MIC 建築法唔俾拆牆，唔緊要，一樣有辦法設計你嘅安樂窩。今次嘅設計單位係位於啟德新區嘅啟悅苑，呢個單位嘅實用面積係381平方尺，屋主係同父母一齊居住，佢哋希望簡潔同埋睇落自然同光猛一啲。咁所以我哋喺設計同規劃方面呢，整體色調以淺綠色、白色同淡綠色為主，配合大面積嘅自然光，使到空間顯得明亮又溫暖。玄關位置用淺色木紋材質設計咗一個全高鞋櫃，可以由入屋開始帶出溫暖嘅居家感之外，響中間部分騰出嘅空位亦都方便擺放物件。而牆身同門都係同色調嘅木紋設計，保持整體視覺統一。再入少少做咗一道暗掩門，閂門時候同牆身融為一體，推開就可以進入睡房，可以統一視覺之外，亦都方便出入睡房，而配合柔和嘅燈光，營造出明亮舒適嘅入屋氛圍。梳化呢邊牆身同櫃嘅淺色木紋搭配淡綠色牆面，營造清新嘅氛圍。餐台同上面嘅飾物櫃統一採用白色雲石面，增添多一份現代感之外，配合埋天花燈飾，可以令到整體空間明亮又實用啊！為咗令到睡房空氣流通同充足嘅光線，我哋特意喺木紋牆身適當嘅位置做咗玻璃窗，而窗嘅裏邊亦都加添咗窗簾，咁就可以兼顧到通風、採光同私隱啦。大廳以現代簡潔嘅木系元素為主，設計清新自然，營造出溫馨舒適嘅氛圍。牆身同儲物櫃用咗淺色木紋材質，帶出自然嘅質感。電視櫃下方有儲物空間，可以放置唔同嘅影音電器。而響上面嘅活動層板，除咗可以增加層次感之外，又可以擺放裝飾品。整體色調咧就以淺木色、白色同淡綠色為主，配合大面積嘅自然光，令到空間顯得明亮又溫暖。去到女房，除咗沿用木紋為主色調，櫃門則採用咗白色皮紋材質，使空間顯得明亮之餘，配合埋書台卡其色皮質紋理，亦可顯得更加貴氣。部分位置用嘅弧形木板設計，下面有層板放置書本同埋裝飾物品等，簡單又有層次。牆身適當嘅玻璃窗可做到採光充足、空氣流通，加上窗簾又能夠提供私隱。父母房係因應戶主嘅要求，簡潔為主，所以除咗放置2張單人床，一個全高嘅大型趟門衣櫃已經可以滿足得到父母嘅需要。廚房設計依然以簡約為主，採用白色同灰色嘅色調，整體感覺乾淨利落。台面同牆身則用咗白色雲石紋，連貫翻大廳嘅雲石紋，做到首尾呼應嘅效果。而吊櫃白色、地櫃深灰色色調嘅櫥櫃，響視覺上做到層次分明，整體感覺乾淨利落。重新規劃嘅浴室做咗一個全闊嘅廁櫃，左邊全高嘅儲物空間可以擺放長形或者其他高身嘅雜物，右邊嘅一大幅鏡面吊櫃除咗提供到大面積嘅照鏡效果之外，內裏亦都可以存放唔同種類嘅衛浴物品。而浴室係採用咗同櫥櫃一樣嘅物料，可以統一到廚廁嘅視覺。好啦，今次嘅設計分享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仲有好多唔同風格同空間規劃嘅作品，咁大家可以去我哋 Facebook 同 YouTube 睇下㗎，多謝。